伊食卤肉饭，食到铁顶，这是基隆市这个查甫买一碗卤肉饭回去食，结果伫内底发觉一支5公分长的铁顶啊！这个生气就拿伫咧网络铺文，伊讲店头根本就是挑工要甲人害，店头落尾嘛铺文，讲这查甫人铺的相片内底卤肉饭、卤汁，还佫有肉鸡汤的食材，拢毋是因的，好惨就是这个张飞拍甲鬼塌塌做一堆。查甫人铺文这一天店头明明就休困，认为讲这查甫人是挑工挖坑要互因跳，已经准备。报警察要提告。相片内底一支5公分长的乌色铁钉仔放伫咧饭盒仔顶悬，有民众上网络铺文，讲家己食卤肉饭食到一半，食到这支铁钉仔。这个查甫人进前就是透过外送平台买这间店的卤肉饭，食到铁钉仔了后，真生气上网络来铺文，讲店家有谋害的企图。对着这件代志，店家嘛铺文，毋若讲铺文的人铺文，迄一天是休困日。相片内底卤肉饭的卤汁甲边仔鸡汤的食材，色水拢甲实在无符合，认为这个查甫人伫编故事。心力宰狼者，但是我只能说，从我们开店到现在，我们都是秉持的就是用很好的心力、很好的食材去让客人吃到很温暖的感觉。那后面有这些东西的话，我也会怀疑是不是恶性竞争，或是其他店家搞的鬼。这张控诉铺文的人甲店家无虾米来往，但万一真正伫食物内底食到无应该有的物件，消保官是徛伫咧消费者立场，认为会当向业者来请求赔偿。如果像这样子在食物里面有吃到钉子，类似这样的情形的话，它的商品就是有危险性，会依据相关消保法跟民法的规定，向业者来请求损害赔偿。这件代志到底是毋是假消息？店家为着要顾名誉，已经报警，才要对铺文的查甫人来提告。代志是真的也是假，就交予法律来判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